家好，歡迎翻到我哋嘅交易頻道。今日我哋傾一個每個交易者都要面對，但係成日避開唔講嘅話題。錯誤喺交易世界入面，錯誤唔係失敗嘅名詞，佢係你最寶貴嘅老師。成功交易者同普通交易者嘅分別，唔在於佢哋會唔會犯錯，而在於佢哋點樣從錯誤入邊學習。喺我哋犯錯原因不外乎兩點：認知偏差同執行偏差。認知偏差，例如過度自信、確認偏誤係支持自己觀點嘅資訊，或者錨定效應，俾最初嘅價格或者資訊鎖死。呢啲係我哋個腦嘅固有缺陷。執行偏差呢個最常見，你明明知道要止損，但係你無撳落去，明明知道唔應該追高，你都係衝咗入去。呢個係紀律同情緒控制嘅問題。核心要點？錯誤係交易系統嘅一部分，冇辦法完全消除，只能管理。學習嘅第一步係承認錯誤，唔好揾藉口，唔好怪個市，市永遠係啱嘅。跟住你一定要記錄你嘅錯誤，呢個唔係簡單寫低我輸咗錢，係要建立一個交易錯誤日誌。我嘅內容目的，交易日期時間2025年10月19日上午10點30分確定時間點。交易品種納斯達克100指數期貨確定標嘅。錯誤類型執行偏差，無設止損亦歸類錯誤性質。描述嗰個價會反彈，手動取消咗個止損單，搞到虧損擴大。詳細過程，情緒狀態才焦慮，希望個價升翻，記錄心理活動，教訓總結，嚴格執行止損。唔應該用希望作為交易依據，才提取核心教訓。只有詳細記錄，先可以令你從情緒入面抽離出嚟，做客觀咗式記錄。我哋進入分析階段，問自己3個關鍵問題：呢個係隨機錯誤定系統性錯誤？隨機錯誤係偶然發生嘅，系統性錯誤係你嘅交易規則或者心理模式有缺陷，例如連續3次都喺突破嘅時候追高被綁住。呢個就係系統性錯誤。個錯誤有冇違反我嘅交易計劃？如果違反咗，問題在於紀律；如果冇違反，問題在於個計劃本身有缺陷。有重新嚟過，我會點做？寫低你嘅理想操作同實際操作做對比，大多數嘅虧損係因為違反紀律。分析嘅目標係將情緒化嘅行為轉化做一兩度嘅數據同規則，揾到問題之後，第一步係修正。修正唔係猜講口號，而係要將教訓具體化，成為新嘅交易規則。錯誤案例係因為貪心無及時平倉，錯誤修正。當利潤去到麻背風險嘅時候，必須要平倉50%嘅持倉，並且將止損移動去盈虧平衡點。呢種具體可以執行嘅規則，先至可以真正入你嘅交易系統。呢個就係從錯誤中學習嘅精髓，將失敗嘅經驗寫入你成功嘅系統入面。最後記住，唔係交易嘅成本，好似做生意需要租金一樣，唔好因為一次錯誤就否定自己。心態轉變，我係一個失敗嘅交易者，轉變為我嘅交易系統有待優化。由我輸咗幾多錢轉變為學到咗咩教訓，每次虧損都應該令你更接近一個更加完善嘅交易系統。如果你做到呢一點，咁你每一次錯誤都會係將來成功嘅基石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去到度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請點讚訂閱，分享俾你身邊嘅交易夥伴。我哋下次再見。